你真好，怎么样？喝醉了真好，这么快就入梦了。咦，他身上怎么也有酒的味道？Yeah, I don't know why you're messing around with all them other girls. Acting like you got all of the time that's in the world. I promise that if you were mine, I'd never let it go to waste. Yeah. 你看清楚我是谁，我不是你老公。真很好奇，你的嘴唇是什么味道的？可以尝一尝吗？就好，别忘记你现在的身份，你是我弟妹。悄悄，要是让外界知道许氏唯一的继承人许家木变成植物人，股票一定会动荡的。让陆景年戴上面具，装成毁容了和你结婚，就可以稳住舆论。悄悄，家木是为了去机场接你才出的车祸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他愿意吗？我没曹小姐这么荣幸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安排你们的婚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外界知道的。只要家木醒过来，我会立刻离开。还有，我们是假结婚，不要做那种事情。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，那些语言幼稚一笑带过，明明渴求温柔，偏偏覆水难收。我没有乱伦的癖好。You got me. Distance so deep in the eyes. Affection you more every time. When we leave, I'm begging you to call your name 2, 3 times in a row.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. How I'm feeling,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. Yeah. I still don'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left the door.
昨晚居然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答应结婚的那天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，就让我别碰你。怎么，这才结婚2个月，你就改了念头，趁我喝醉酒，主动爬我的床？原来昨晚他也喝了酒。也是，乔安好，他有喜欢的人，清醒之下怎么可能会碰？还是你一直都想上我的床？我要出演地老天荒那部剧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娱乐圈已经出道大半年了，可是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有接过。而你，在娱乐圈可以只手遮天，只要你说，我就能够出演。昨晚的那一夜，就当做是我对你的回报。乔安好，你这是在跟我玩潜规则吗？陆金莲，你到底对他在期待什么？好，这是你先主动招惹我的，将来你最好别怪我。就不开北京的百姓，怀疑趁着大逃西。I'm losing myself， 比迷的人절대 없으니까 Make me stronger, make me stronger 날 그냥 내버려둬 Leave me stranger, leave me stranger 돌아보지 말아줘13年了，陆金莲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地老天荒不过是我为了掩盖心事找的借口。
年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顾忌，心动了总会伴随着主动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陆同学，我想请你喝水。哇，还有送水的呀！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。偶尔的重逢，故作巧合的跟他打声招呼。最好在下一秒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。就算只是那样枯燥的对话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还是会雀跃幸福好长一段时间。13年了，陆锦年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地老天荒，不过是我为了掩盖心事找的借口。帮我在地老天荒剧组安插一个演员，信息等会儿发给你。是。随便一个小角色就行。好的，陆总。手机给我。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找不到加个好友，人晚点方便通知你进组。折磨。好。乔乔，这都3天了，陆影帝还没通知你去试镜吗？没有。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，总这么等着也不是回事儿啊。要不我先试别的戏。乔乔，我知道你想靠你自己，但是这个圈子不好混。咱们现在能靠着陆景年踏出第一步，为什么不靠呢？但是你想啊，以你的实力，只要你抓住这次机会，你以后绝对能红。而且啊，你爸妈走的也早，从小你又是被你大伯带大的，你现在如果不努力往上爬的话，难道和陆景年分开了，你还要回你大伯家过寄人篱下的日子吗？该怎么问他呢？
乔乔，你这个脖子，要我说，这录影机够野的呀，3天了，这吻痕还没下去。嘘，是我。有事吗？晚上6点，北京大饭店，导演要见你。哎呀，真不错啊，乔乔。谢谢。不是，你愣干嘛呀？走啊，买衣服去啊！走走走，抓紧。你就是乔安好吧？嗯，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谢谢导演。还真是不错，很符合我们这部剧女二的这个形象。女二号，录几年那天不是说随便安排个小角色吗？你就是我们剧空降的女二啊！你好漂亮啊！哦，我是林诗意，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拍戏。啊，你好，乔安好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女二，结果今晚告知我是女3，本来还有点难受的。现在看到你本人这么漂亮优秀，我这心里可舒坦多了。你也很漂亮。啊，对了，安好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陈总，是我们剧最大的投资人之一。陈总，这位是乔安好，我们剧的女2号。别看她是个纯新人，但是她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。陈总，你好。听说，他还是个处女。乔小姐，你好啊！陈总可是圈里出了名的老色鬼，最喜欢玩处女，敢抢我的角色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好，请问可以上菜了吗？稍等片刻，我们还有个重要的客人还没到。还有谁要导？我们这部戏的男2号。导演，这男1号在这儿都没让人等，男2号究竟是谁啊？男2号是陆几年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久等了。王宇传媒总裁，6届金鹰奖影帝，到我们这儿演男2，这要传出去，热搜不得炸了？难怪之前没有泄露这个消息，绝对是爆款新闻。怎么会是他？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跟陆先生打个招呼啊！毕竟你们之后有很多对手戏。陆先生，你好，我叫乔安好。
可以上菜了。好的。菜都上齐了，请慢用。虽然这次录影帝是为了捧自己公司的签约艺人才来客串的男二，但是你运气真好。原来是给自己的艺人造势。可我听说他进组不是为了捧自己的艺人，是因为喜欢的人在组里。不知道是谁啊？哪个是他喜欢的人呢？录影帝从出道到现在整整10年，没有绯闻，没有丑闻，居然有喜欢的人。听说喜欢很多年了。你比照片漂亮多了。你见过我的照片？你见过我的照片？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在一个朋友的手机里见过，被他常年当做壁纸用。多久却都没说出口。抱歉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朴小姐，好好表现哟！啊！陈总，我敬你。小姐，我去趟洗手间，您慢用。是陪嫁，打个电话。谁会把我的照片当成壁纸用？保安好，好像你有什么陈总，害什么羞呀？下个月我给你要到，你像不像演女呀？陈总，陈总的项目那肯定是好项目了，但是项目的事情还得跟我经纪人聊。什么经纪人啊？咱们聊聊就行，就现在聊。咱俩让我方便点事情，咱们去楼上好好聊。走，陈总。陈总。上，好好聊。走，陈总。3、2、1。陈总，陈太太找您。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电话？喂，你又在霍霍哪个女孩子？你陈氏企业接下来还想不想要我娘家的投资？老婆，都是误会呀，一切都是误会呀。你听我跟你解释呀。乔恩好，不能哭，不能让别人看清你。
要跟他打招呼吗？我梦过星光前一生，那晚我们专职测试，衬衫抚琴手肩头。我看过你放心，我吃过药了。伤口，总会有人那个，我没想到会是女二号，谢谢你啊。这是乔小姐自己用身体换来的。道谢。刚好这个小贱人，居然摆了老子一道，把这事儿捅到我老婆那边了。今天晚上绝对要睡了他。这个放到汤匙里。干得漂亮，你放心。回这，他在这里接着干嘛？对，进步很大，这以后多注意控制心情。谢谢你。我之前看过他的作品。快喝吧。乔，过来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了吗？这个烟灰缸。这个烟灰缸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谢了。司机在楼下了。啊？我让他送你回家，别让他等太久了。他是赶我回家。缩啊缩啊！缩服了啊！踩下了啊！开拍，开拍开拍。红花顺。哎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给陆总让个位置。来，周总。好了。我操，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啊？你觉得我对着你这张脸能笑得出来吗？我着急走人，没时间跟你废话。这杯果汁怎么回事？你心知肚明。陆总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对啊，陆总，没必要，大家以后都要合作。我有说过要跟他合作吗？
取消和他的合作，我出双倍的钱，3倍。再说一个字，我连你也换了。你们玩你们的，来，喝了。陆总，哎，有话好好说，一切都是误会呀，是吗？是不是误会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就一个意思，别惦记你不该惦记的人，也别祸害你不该祸害的人。我所说的这个人，不只是他，是所有不愿意的女孩。我做不到让整个圈子都干干净净，但我说过，在我眼皮下至少要干干净净。希望今晚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乔小姐，到了。谢谢。你等下去接他吗？陆总吗？他今天晚上应该不回来了。他下午刚从法国飞回来，还没休息呢，而且还有点小感冒。我估计他今天晚上会在北京大饭店住下。好的，谢谢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？我不能回来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，晚上应该不会再碰到他了吧？我心事了。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找不到人懂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，永远都不能让你知道我喜欢你。我知道你喜欢乔乔，但我奉劝你，还是收起你那不该存有的小心思。乔乔是佳木的，即便你想要，也要等佳木不要了，你才配捡他剩下。乔安好，他只属于他自己。不管他属于谁，目前他都不可能属于你。我希望你时刻记着，你小时候差点死了，
是家木捐骨髓救的你性命，你欠家木一条命。你不用一直提醒我，我都记得。记得就好。我就怕你跟你那个下贱的母亲一样，忘恩负义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母亲她当初是被强奸的，要不是念你的恩，我母亲早就把那个男人送进牢里了。还有，对于他们，我只有祝福，不会破坏，因为这世间我在意的只有他们两个，我比你更希望他们快乐幸福。1、2、3，耶！拦路雨偏似雪花，饮泣的你凍嗎？這風褸我給你磨到有襟花，連掉了職也不怕，怎麼始終牽掛？苦心選中今天想車你回家，原諒我不再送花，傷口應要結疤，花瓣鋪滿心裏墳場才害怕。如若你非我不嫁，彼此終必火化，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。又想趁我喝酒睡着的时候勾引我，又想趁我喝酒睡着的时候勾引我。怎么，刚得到一部戏的女儿还不知足，现在又迫不及待想用自己的身体换取第二部戏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想到乔小姐不仅有趁人之危的本事，连口是心非的本事都是一流的。我真的没想勾引你，我保证，上次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怎么回事？都这么保证了，他反而更不高兴了。实在不行，下次你回来，我睡书房。这是又生气了？难道是让我现在就滚去书房？我现在就去书房睡，可以了吧？怎么，有些事你想开始就开始，想结束就结束？接下来游戏怎么玩，由我说了算。我承认，你的身体的确能在我这里获得好处，但得看我对你有没有兴致。如果我没有兴致，你就算像上次那样死乞白赖的求我，我也不屑碰你一根手指。例如今晚，我就很没兴致。
乔安好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？他都说了，喜欢的人不是你。陆几年，陆几年，陆几年。怎么烧得这么大？